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7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一聊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啊。这个特朗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关税战，确实也导致这个美国和大国的关系似乎是不那么美妙，这个对抗的意味越来越浓。对大国的人来说反正就这样。但是确实影响在美国的华人，尤其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也就是美中关系紧张与否，美中关系好坏，首先影响的是在美国的留学生。今天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一篇文章叫在美中国留学生人心惶惶。我们看他怎么说的他说这个文章的配图下面有一行说明，他说美国多个高校在校生的签证被终止，中国留学生也受到影响。美国特朗普政府已吊销数百名国际学生的签证，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在美中国留学生担忧自己的学业可能成为两国脱钩的牺牲品。这个完全有可能有事情这么往下演变的话，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加到了245%，这个双方往下一步有谈判的可能，但是也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谁又说得好呢？对吧？如果谈判恐怕还好一点，如果要技术升级，那特朗普难免会进一步采取什么措施，尤其是这个万斯对吧？这个西方媒体不传言万斯要冻结的吧？华人的这个什么资产，即使现在没有但是保不齐在未来他会往这儿对吧？一步一步逼近。这个《华尔街日报》指出，受影响的中国学生数字无法确定，但每周都在增加。一些学生们被告知签证撤销的原因是违反交通规则，那这个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记得最近的媒体报道是美国移民局是吧，要求这个华人好像是24小时得携带什么证件，随时接受检查。这个不稀奇在本世纪初在北京、上海、广州，我们也需要随身携带一个叫暂居证的这么一个证件，随时接受检查。如果你没有这个证件，就把你遣返原籍。特朗普显然受到了启发受这个启发，或许是特朗普自己独创。在美国他也要检查了，如果你没带证件，把你遣返。这个文章说界面新闻报道一个案例，是一名留学生和前男友在争执时，邻居报警，他被逮捕去了警局。案件虽然早已撤销，却成为移民局终止他学生身份的理由。因为小事或者不当言论，就有签证被吊销的威胁，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恐慌情绪。有网民在小红书上问，没按时交停车费，被停车场贴了个罚单，有关系吗？还有留学生说要赶紧去排查一下自己的社交网站，看看有没有点赞过反优反美的内容。我记得好像是法国有个专家吧，社会学者去美国，结果就因为他的社交媒体上有很多批评美国政府的，所以他就不准进入美国。这个媒体有报道为何吊销留学生签证？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表示自3月中旬以来，就陆续收到关于国际学生和学者签证被吊销、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系统中记录被终止，甚至遭到逮捕或拘留的报告。截至星期一，就4月14号已收到近1300起这类报告。美国国土安全部通过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这个项目系统管理追踪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这个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记录被终止，也意味着留学生在美合法身份立即失效，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通常是15天内离境或尽快采取措施恢复身份。据悉，美国东西两岸有超过80家大学受影响。为什么特朗普政府拿国际学生开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未证实美国政府这一项行动时说政府的目标是那些参与违背美国国家利益活动的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政府利用移民和国籍法案驱逐与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利益相悖的非美国公民，这也是特朗普承诺打击反犹太主义的一部分。许多被取消签证的人都参与过某种形式的亲巴勒斯坦活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案例显示，与反犹或相关抗议活动并无关联的留学生也可能被吊销签证。也就是说你反犹，你支持巴勒斯坦，那这个你不符合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外交政策，把你驱逐，情有可原。但是现在他这个运动已经扩大化了，也就是很多学生他跟这个什么亲巴勒斯坦反犹主义没有任何关联，他也被吊销签证，也叫运动扩大化。一名工程专业的
的中国留学生告诉《华尔街日报》，他没有被告知签证被撤销的原因，目前正与律师合作，试图恢复在美合法身份。这位学生说花了这么多钱，却要经历这样的噩梦，很后悔来美国，钱也花了这个半途而废。另一名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则说，他疯狂检查自己的社交媒体帖子，看看是否有任何可能让他陷入麻烦的帖子或点赞。他说他的父母已敦促他回家，他表示自己从没想过在美国会害怕自己发布的内容。他在美国的感受比我的感受还要糟糕虽然对我发布的内容每天都要研究怎么样才能发布，但是我毕竟还没感受到害怕。他感受到害怕，这个确实也是一种悲哀此前《纽约时报》报道称卢比奥也要求对学生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是检查是否存在批评美国的言论。中国留学生通过起诉应对。文章说本月初达特茅斯学院博士生刘小天，他就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失去了合法身份，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反正他身份就没了。据当地报纸叫《新汉普郡公报》报道，4月3日，刘小天还在学校做计算机科学博士研究，第二天就收到校方的停学通知，因为他的学生身份记录被移除从那个访问学者这个系统中消失。他与当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共同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并表示自己从未犯罪，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抵抗活动还有抗议活动他也指出美国当局未提前通知或给予他回应的机会，侵犯了其正当程序的权利。当地法院批准了一项临时限制令，要求立即恢复刘小天的 F1 合法身份。报道称目前并不清楚他的签证为何被撤销，是出于故意还是失误。界面新闻报道指出过去如果国际留学生签证被取消，学校或学生会收到通知，但此次不同，是由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主导，由这个 SEVIS 的管理办公室直接执行。许多学校都措手不及。这个律师说法说中国留学生受影响比例不合理的高，也就是受这项政策影响中国的留学生更多。说刘小天的经历让许多有类似遭遇的中国留学生也采取了相似的办法。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卡内基梅隆大学等名校的4名中国学生在当地时间4月11日起诉美国政府，指美政府仅凭模糊的国家安全理由终止留学生签证，要求终止其违规做法，并立即恢复所有受影响学生的身份。本案受委托的负责律师朱可亮对澎湃新闻说此次事件波及面广，因此希望能争取到一个临时禁止令，终止全美范围内对留学生的相关签证撤销。他的团队召集受影响学生提供书面证词，收到了36名来自30所大学的学生书面证词，其中有30份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其余来自伊朗、印度等。朱可亮说这些案例中非常轻微的违法行为，如超速驾驶或酒驾，也可能成为签证被撤销的理由。一些学生曾有过被逮捕但未被定罪的记录，还有学生没有任何违法违规的记录。他指出受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比例不合理的高，超过90%。他认为这种情况表明特朗普政府行为可能具有特定的政治动机，旨在制造一种恐惧气氛，迫使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事实上，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指出行动针对哪一国留学生，但在学生家长以及中国的舆论场上，类似诸葛亮这样的担忧愈发强烈。4月9日中国对美国关税进行第2次反制的同一天晚上，中国教育部发布2025年第1号留学预警，提醒留学生赴美国俄亥俄州学习时做好安全风险评估，增强防范意识。这是自2021年以来中国教育部第一次发布留学预警。中国教育部给出的背景原因是美国俄亥俄州通过有关高等教育法案，其中包括涉华消极条款，对中美高校交流、教育交流合作施加限制。美国俄亥俄州3月底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明确，该州公立高校不得接受来自中国政府或相关代表政府的实体的捐赠，以及俄亥俄州任何大学若拟与中国高校建立新的学术研究合作，必须通知校长。有留学中介发帖，请中国家长不要担忧，因为
这不影响学生缴费，招来许多网民的谴责。从上一届特朗普政府以来，中美各层面学术合作已被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削弱，双向留学生都在减少。若当下从贸易战开始的中美博弈持续下去，未来几年中美双向学生交流可能进一步减少，帮助两国建立理解与信任的桥又断一座。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他的一些措施的影响。你不能不说这是地缘政治或者叫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紧张导致。那现在呢，只是对留学生这个影响似乎还可以控制你可以通过诉讼。但是往下一步呢，随着中美博弈的这个加剧，往下一步，对吧？这些在美国的留学生还能不能完成他的学业都是个问题。更进一步呢，会不会影响到在美国的华人？这个不是空穴来风也就是说任何事情你要看它的轨迹，对吧？它是不是往下演绎，一步一步，这个就像运动一样的，它慢慢它会过头它会扩大化。所以说在美的华人还是要担心这个在美华人又分几种这个在美国的留学生当然算，还有一些取得了美国的身份叫什么绿卡持有者，还有的是已经，对吧？这个成为美国公民了，已经入籍了。这些身份的不同，有的已经是2代了、3代，这些，对吧？这个身份不同，他们受影响也不同。这个也是我最近节目里面一直反复强调，对吧？中美之间该博弈还要博弈，但是该谈判还要。作为一个在国内的一个自媒体博主，我是无比希望中美之间能够正常化。这个不仅对中美双方的这个老百姓有好处，对在美国的华人呢也有好处。但是很遗憾我在网上经常看到很多在美国的华人特别盼着中美关系恶化。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华人呢，他出于对社团的恨，他就希望美国要对华越强硬越好，谁对华强硬他就拥护谁。你看特朗普对华强硬，那他就拥护特朗普，就成了化妆粉把特朗普送上神坛。特朗普做什么你都不能批评，你这样一批评，那你就是大外宣，你洗地。就这些人的心态我也能理解，对吧？无非就是第一个，他要证明自己去美国是对的，就在美国混得再不好，那都是个正确的选择。那总不能说明自己失败了吧？说我当初不应该润到美国，对吧？不应该走线，或者不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抛家舍业跑到美国去了，证明我失败。这是一般人不会这么干，一般人都要证明自己对的。那怎么证明自己对呢？那就是大国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大家活不下去了，那反过来衬托我到美国是对的。这是一种心态又见不得中国人受苦，但更见不得中国人开路虎，就这个心态。还有一种心态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出于对社团的恨，反正你只要针对社团就对了，对吧？他是立场先行，他已经抛开事实不谈，事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立场，你反社团就行至于说这个大国是不是水深火热，这不重要大国的老百姓是吃糠咽菜，这也不重要这也是一种心态。甚至很多希望这个美国和大国之间爆发冲突，越激烈越好。我在这里不做结论不是说你这个这么干对还是错，我只想说这个有点偏激有点极端。你凡是极端就不好。你首先想一下，美国和大国之间如果真的是矛盾越来越激化，对抗越来越强，首先遭到影响的就是在美国的华人，对吧？大国的韭菜反正就这样，还能往哪儿差呢？但是在美国的华人就不一样了，轻则，对吧，把你送回来，轻则你在那儿受到歧视。因为这美国和大国之间的这种矛盾，这种对抗那这个必然会激起美国的这种民粹当然了，大国的民粹也一样会高涨，但美国也一样那一红脖子铁锈区，他看见你华人，他就把你当仇人当敌人。你说我不是，我是美国公民，谁听你的？二战的时候，这美国人不就把这个日籍的美国人给他圈到一起这个不是没发生过所以说一旦美国和大国之间关系剑拔弩张，一旦到了一定地步，首先遭到冲击的就是在美国的华人轻则受歧视受到排挤，重则给你遣送回去，再重的遣送不了的给你圈起来。所以我认为这些在美国的华人他应该是盼着之间缓和，对吧？中美之间要和睦相处这样方便他往来穿梭所以我是不太理解在美国的华人这么盼着美国和大国之间激烈对抗，小粉正能量盼着大国和美国激烈
烈对抗，那是受这个肾上腺激素啊，这荷尔蒙的刺激，对吧？他就是刺激，就是爽，反正对吧？他也就那样，打不打，对吧？这个外贸好还是不好，他都是底层，甚至他盼着对吧？大国和美国之间要干一战，他好借此翻身。我不知道这个在美国的这些华人怎么会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我就不理解这些华川粉。你看特朗普现在对中国的留学生已经不利了，下一步呢？再下一步呢？你到时候你说举个牌子，你说我是华川粉啊，我是支持你特朗普的，有什么用呢？对吧？人家的请你对吧？上飞机把你送回去，不要急啊！如果继续这么下去的话，总有一天对吧？你华川粉你会等到这一天的。所以我们对特朗普啊，他的倒行逆施，我们要反对，对吧？特朗普做的对的，我们当然要支持，或者我支持不了，对吧？我又不是美国人，那我给他鼓鼓掌。比如说啊，他这个援助乌克兰，对，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那我就给他鼓鼓掌啊。如果他逼泽连斯基投降，逼乌克兰投降，以土地换和平，那咱们就得骂他呀，批评他，这个有什么错吗？比如说啊，他无端的把中国留学生赶走，这个咱们得骂他呀，对吧？他无端的对华人这个进行区别对待，这个咱也得骂他呀。这个万斯啊，曾经指责英国不自由，搞言论审查，大家还记得吧？结果美国他自己搞言论审查，你这个和俄罗斯和印度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再看一个关于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新闻啊，这个美国媒体披露啊，特朗普亲自阻止马斯克听取对华作战简报，还飙脏话。就上个月啊，不是有个新闻吗？说马斯克将在五角大楼听取对华作战简报报道，这个在美国啊引起这个轩然大波。后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出面辟谣，这是假新闻，这是造假。此后啊举行的简报会也未讨论中国问题。结果啊，昨天就4月16号，美国媒体艾可信披露了上述事件的更多细节。根据这个知情人士透露啊，马斯克并非自己决定取消对华作战简报会，而是特朗普亲自下令工作人员取消。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艾可信说，特朗普当时说道：“艾隆到底在那里干什么？”是标的脏话啊，大概好像是艾隆他妈的到底在那里干什么？说一定要确保他别去。这名高级官员透露啊，总统仍然非常爱马斯克，但同时也有一些底线，毕竟马斯克在中国有很多生意，与中国的关系也很好，显然不适合参加此类简报会。该官员称啊，特朗普曾经还表示，他不会允许马斯克在自己任期内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艾可信还报道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啊，已暂停了五角大楼2名高级官员的职务，以调查是谁向媒体泄露马斯克将听取对华作战简报一事。两人分别为赫克塞斯的高级顾问丹考德威尔以及五角大楼副参谋长达林塞尔尼克。这个路透社和美国政治新闻网也报道了停职的消息。报道当时称啊，马斯克将于当地时间3月21日在五角大楼听取美国军方有关潜在对华战争计划的绝密简报。此举意味着马斯克将获得接触国家最高军事机密的权限，极大增强他在特朗普政府的影响力。也有批评者称啊，马斯克在华拥有广泛商业利益，这与他获取有关大国的战略机密相冲突。不过在报道发出当日深夜，特朗普急忙在社交平台上否认了上述消息，炮轰美国媒体荒谬无耻。马斯克则回应写道：“我期待五角大楼起诉那些向《纽约时报》恶意泄露虚假信息的人，他们一定会被找到。”随后，《纽约时报》援引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报道引发关注后，这场涉华简报会被取消了。马斯克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会见了防长豪克塞斯、参谋长联席会代理主席格雷迪，并与豪克塞斯交谈了1个多小时。报道称，对于一名公司与国防部有合同关系的高管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1对1交流。特朗普同时罕见地承认了马斯克在担任政府特别顾问期间存在利益冲突。他当时说啊，如果你提到大国，我想他会走出房间，你也肯定不会让一个对我们帮助如此之大的商人看到这一点。我认为马斯克不会这么做，他不想把自己置入那样的境地。这个是美国媒体报道啊，至少说明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不是亲密无间，而是互有防范。特朗普到哪儿去，尤其是那个海湖庄园或者去打高尔夫啊，都带着马斯克，还带着马斯克那个小儿子，给人感觉啊，这马斯克不仅是特朗普的这个重要一个助手、伙伴、亲
亲密无间的战友，更像是特朗普的家人，对吧？融入他的家庭。特朗普好像那个家庭大合照的时候，把马斯克还拉到里面。但是这一切原来都是表演，都是为了，对吧？设人设。实际上，按照这个媒体报道，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有着分明的界限，也就是说啊，绝对不是什么亲密无间。现在随着马斯克啊，马上就要从这个政府效率部离职，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的裂痕呢会越来越大。一旦马斯克正式离开效率部，这个要不了多长时间了。我想作为韭菜作为吃瓜群众，恐怕很快就会欣赏到一出特朗普和马斯克之间的撕逼大战。我们拭目以待化妆粉呢做好准备，你是支持马斯克呢，还是支持特朗普，对吧？以前特朗普和马斯克两人合二为一，你支持特朗普就是支持马斯克，支持马斯克就是支持特朗普。现在这两人要开撕了，这个化妆粉要做好准备到底支持谁？是就事论事呢，还是特朗普说的就是对的，对吧？毕竟马斯克他曾经也戴过那个帽子，特朗普一句顶10000句凡是特朗普说的都是对的。化妆粉这个对这个也不陌生也很熟悉，对吧？特朗普就是神，离开了特朗普怎么活呢？这些化妆粉把自己活生生的活成了朝鲜移民呢。他明明在美国，但是他的心态、他的认知、他的格局还赶不上朝鲜那些动不动就那个鼻涕眼泪一起流的那些人，活成了笑话。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